中嘉宽屏喜迎蛇年，北区和南区的6个门市陆续举办挥毫赠春联的活动，让新春喜气与祝福传遍大街小巷。中嘉宽屏呢，在全省的门市，我们都举办了这个挥毫赠春联的活动，希望提早跟我们中嘉宽屏所有的客户过一个好年。基隆、新石坡、北建、三冠王、双子星及庆良港都邀请书法名家，以有蛇为主题的春联，巧妙运用谐音寓意，像是有舍有得的处世哲理。什么都好的蛇马融合，蛇马融合，虾米融合。我希望呢，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如意。中嘉宽屏透过挥毫赠春联，传递传统文化艺术，为新春佳节增添浓厚年味。好的看我集。记者蔡小军整理报道。